墨西哥嘅蘆薈、中國嘅茶葉、美國嘅黃豆。康寶萊營養堅持選取最高品質嘅原料，最好嘅營養成分，協助我哋嘅客戶達至佢哋嘅健康目標。致力生產優質嘅產品，無論喺科研、供應商嘅選擇、臨床研究嘅資金投入，都顯示康寶萊嘅堅持係正確嘅。康寶萊由種子到產品，去到大家手上，經過14個步驟，以達至最高標準，確保送到大家手上嘅都係優質嘅產品。康寶萊全球有5座創新與生產中心，300位以上嘅科研人員、博士，我哋嘅營養諮詢委員會都係喺營養、科研同埋健康領域嘅專家。康寶萊投入3億美金，確保製作及品質管理符合康寶萊嘅嚴格標準，以及全球94個國家嘅食品安全標準。所有檢測嘅流程全部都獲得 ISO 17025國際品質管理系統認證，同埋 NDF 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認證。我哋對我哋嘅品質管理系統充滿信心，亦喺行內首屈一指。康寶萊每日喺全世界提供數以億計嘅產品，單係一個廠房就每日生產15萬罐營養蛋白素、10萬支蘆薈汁，一日可以生產60萬個單位嘅產品。點解我哋要咁專注喺產品品質上面呢？40年嚟，數以百萬計嘅人每日使用我哋嘅營養餐。為咗回應呢份信賴，我哋承諾提供業界最佳嘅產品。康寶萊產品喺全球各地嘅需求非常龐大，係世界第1名嘅代餐。我哋致力為全人類帶嚟優質嘅產品。我哋嘅使命係讓世界更健康、更快樂。